喂，你好，是王小明吗？这里是杭州市公安局的来电，我是陈警官。现在怀疑你与一宗清洗黑钱案件有关，需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杭州我冇去過。不要怀疑了，你可以上网查询一下我们的来電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来自杭州市公安局。真係杭州市公安局喎！喂，阿 Sir，经过调查，我们怀疑你的银行资金与清洗黑钱案件有关，现在需要你下载一个会议软件，配合我们进行视频办案。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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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黄晓明，你看清楚，这张是我的公安证件，而这张是你涉及犯罪的刑事拘捕令。阿 Sir，我無辜嘅喎，我點先可以證明我清白啊？现在你可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，每天跟我们定期报道，然后再配合我们进行资金审查，把你的钱转到我们的安全账户里面，换取你取保候审的机会。阿 Sir，我學生嚟喎，邊度有錢喎？那我现在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给你，等一下我把一些机密文件发送给你，你需要帮我打印出来，然后派送到其他嫌疑人的手上，同时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保密。自己揾，自己人嚟㗎，特務啊，特務啊！剛才嘅片段所見，電話詐騙嘅騙徒會偽造來電號碼打俾你，目的就係要呃你錢同要你做任務，而呢一啲任務實際上係幫騙徒呃其他人。大家千祈唔好相信啦，應該要學精靈齊精明，全民防騙齊響應。如有懷疑，請即致電司警局防騙熱線88007777或報案熱線993。